成日見到人哋畫寵物好靚，自己又冇畫過畫，好想畫又唔敢去學。而家係時候突破自己啦，唔使天分，你都可以畫得到。為咗你心愛嘅寵物，奉獻你嘅第一次，只要帶住對無瑕嘅愛，你就可以成功咗一半，另一半就交俾我哋啦。我哋畫班係特別設計俾唔識畫畫嘅寵物主人，好明白主人一定要畫得佢靚。人哋話眼神好難畫，其實只要跟足我哋嘅方法，第一堂99% 嘅學生已經可以畫到自己嘅寵物眼睛，仲畫得好靚添。然後拆解每一個部位，令你容易上手。第二堂完成肖像作品，裝返個變靚啲畫架，返去同心愛嘅寶貝影相。第三堂全新寵物，可以畫一啲古靈精怪嘅姿勢，非常有趣。我係 Catherine， 已經幫咗超過4000位寵物主人，見大家成功畫到自己寵物係我嘅目標。而家報班有個新禮品包，包括永久 VIP 會員購物85折，送無瑕水彩 online course， 仲有水彩入門課程同埋水彩繪畫分享，變靚啲畫框，價值超過3000蚊嘅禮品。仲唔快啲入下面嘅連結報名？希望遲啲可以見到你。成日見到人哋畫寵物好靚，自己又冇畫過畫，好想畫又唔敢去學。而家係時候突破自己啦，唔使天分，你都可以畫得到。為咗你心愛嘅寵物，奉獻你嘅第一次，只要帶住對無瑕嘅愛，你就可以成功咗一半，另一半就交俾我哋啦。我哋畫班係特別設計俾唔識畫畫嘅寵物主人，好明白主人一定要畫得佢靚。人哋話眼神好難畫，其實只要跟足我哋嘅方法，第一堂99% 嘅學生已經可以畫到自己嘅寵物眼睛，仲畫得好靚添。然後拆解每一個部位，令你容易上手。第二堂完成肖像作品，裝返個變靚啲畫架，返去同心愛嘅寶貝影相。第三堂全新寵物，可以畫一啲古靈精怪嘅姿勢，非常有趣。我係 Catherine， 已經幫咗超過4000位寵物主人，見大家成功畫到自己寵物係我嘅目標。而家報班有個新禮品包，包括永久 VIP 會員購物85折，送無瑕水彩 online course， 仲有水彩入門課程同埋水彩繪畫分享，變靚啲畫框，價值超過3000蚊嘅禮品。仲唔快啲入下面嘅連結報名？希望遲啲可以見到你。